There came a time 我嚟地球玩下㗎咋，我玩完就走㗎啦。其實呢個世界好現實嘅，咁你冇麵包你不能夠生存，咁所以我一路以嚟咁努力做嘢就係因為我要選擇愛情，所以我自己擁有麵包先。我成日覺得我要一個好轟烈嘅，我要我愛佢多過佢愛我嘅，可能我以前嘅愛情都係好簡單嘅，咁啊直至到入行之後就反而唔係啦，即係嗰啲遇到嘅愛情或者遇到嘅人，你都覺得哇好攰啊，成個人哇滿身傷痕啊咁樣。前度教識我點樣選擇我將來嘅伴侶，而家可能我會選擇一個佢愛我多啲㗎啦，即係或者冇令我咁嘅伴侶咯。以前嘅我呢，我會好介意得失而忘記咗個過程。而家嘅我係自由地享受揀我嘅工作或者我身邊嘅朋友。我最滿意而家嘅自己係我好自在，因為我有麵包嚟，咁你咪可以好專心地揀愛情。婚姻其實我覺得係人類嘅產物嚟嘅啫，係嘛？即係如果呢個地球一開始得兩個人嘅時候，咁簽咗字嚟做咩啫？即係證明俾邊個睇，係嘛？可能 long distance 都可以維持到好嘅關係啊。有好多人可能日對夜對都覺得冇安全感啊。